大家好，我係阿文哥，又到唔同兩嘅時間了。今日呢個兩個嚟朗讀一下。頭那當風芙蓉開，戰袍唔是剪刀裁，雖然唔比英雄將，喊得千門萬戶開。解到哈，頭那當風芙蓉開。戰袍唔是剪刀裁，雖然唔比英雄將，喊得千門萬戶開。一段一個通物啊，乜個通物呢？當伊做成為咕咕咕嘅嗰種通物啊，雞嚇來看係咪雞？還有雞公啊嚇，雞公。雞嘛就冇戰袍按將嘅上了吼，冇就按將嘅戰袍。雞公嘅講金哪哪嘅吼，怎會像佢講嘅？嚇，雞公嚇，來看頭那當風，加個頭上面啊，芙蓉開，上面有像雞冠，像芙蓉花一樣，芙蓉開。戰袍，那個公雞的那個毛啊，像戰袍一樣亮晶晶的。戰袍唔是剪刀裁，它公雞穿戰袍呢，不用剪刀來裁剪的。雖然唔比英雄將，啊，雖然不比英雄將啊，喊得千門萬戶開。他一大早啦，他一叫啊，公雞一啼，咕咕咕，那所有的人都把門打開來了，厲不厲害？好，這就是我們講的雞公，它兩個字雞公。